没有人不要。不用，主永不在我心。这样上一遍就唱。嗯，我不是，那你就上去都忘了。我就做到是两。哦，那你找，让我去看一下。没有错，再也没有第二段。哦，对，然后还有一个是，第三我没有。对，你一二副歌。所以就是唱，等于是就唱两个就好。好，唱两次，那你副歌要两次。不要那个，我要用没有讲的问题是不是？好，然后就直接上第二。他唱完一次完，然后就也没有两位唱，然后我用没有讲，然后唱到这边。对，就是一二跟一二副歌以后再一次。好，他另外一首我的 key 不一样，因为我找不到简谱。一二三，那就结束。哎，我们现在唱哪一个？因为你丢出来的是先永活在我。好，你丢给我。好，那就 C 是实现。然后我前奏是这样讲。
现在直接弹前奏。哎，对，你就弹。哦。他好就开始，我就念那个。可以了吗？我声音呢？可以清楚。声音很清楚哈。头发呢？头发啊，我都没有吹头发啊。继续弹。你就等下跟我讲。好，你就一直弹，一直弹。不要想天色常晴朗。上帝啊，求你怜悯我，怜悯我，因为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印下，只等到灾害过去。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就是为我成全万事的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一起来礼拜亲近上帝。我们这个时候先要来唱圣诗，主永活在我心。不要想天色常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第二节，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伸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副歌再变。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来，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在我们所居住的台湾，现在面临这样子的处境威胁下面，阿爸，我们恳求的是，请你加添来自天上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尤其是在这一群你的百姓的心里面。我们要在这样一个纷乱不安的时刻，我们基督徒要活出一个笃定的、有盼望的生活模式。让众人从我们的身上就看到你是与我们同在，你所带领给我们的平安，并不害怕这些威胁，并不害怕这些灾难。谢谢你的恩待，愿我们可以在这地上活出你喜悦的样式，让你的心意、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时候，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陷入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要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11章。路加福音第11章的从27节到第36节，从27节到第36节。那弟兄姐妹，我们翻开圣经，路加福音第11章27到36。翻开以后，我们同心听我来念。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高声对他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却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人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看哪，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在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比约拿更大的人在这里。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你们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当你们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当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所以你要注意，免得你里面的光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然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以上，今天我们所要来
来亲近的上帝的话语。我们先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谢谢，即便是在这样子的病毒的威胁下面，我们仍然可以在网络上我们同心来做礼拜，来敬拜你。这个时候我们要亲近你的话，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你亲自的指教我们，你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话语，可以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看清楚自己的境况，赏赐给我们能力，好将我们所明白的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以下的时间你亲自的带领跟指教，无论我们说、我们听、我们思考、我们讨论，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来进行。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仍然停在第11章哈，第11章，我刚刚说的，从27节到第36节哈，11章的经文很长，还可以再讲一个礼拜啊。好，这一段跟前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哈。前面在讲什么？前面讲污鬼啊，耶稣赶鬼啊。那耶稣赶鬼，然后那个旁边的人啊，这些犹太人说什么？说耶稣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啊，污蔑耶稣哈，就让他们看不出来耶稣是从上帝来的哈。好，所以现在在27节一开始就说，耶稣正说这些话的时候，耶稣正说这些话，耶稣在继续他的教导的时候，然后居然有个女子哈，有一个女人哈，中间有个女人大声的说，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啊！怀你胎乳养你的有福了哈。简单来讲，这个意思的简单意思就是说，有你这样的儿子，你妈妈真是福气啦 ，hockey 啦，有福气啦啊！怀你胎啊，那乳养你哈，那生养你的人啊，你妈妈啊，有这样的儿子哦，你妈妈真是福气啊！哎，这个叙事，这种叙事情节，我们这样看起来没什么，对不对？弟兄姐妹，这个在那个时代是不得了的事情啊！为什么说不得了？他说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代表什么？代表一个拉比在讲话，甚至是一个先知哈，一个先知正在讲话，有人插嘴，哎，先知正在讲话，怎么可以有人插嘴？而且是谁插嘴？弟兄姐妹，是个女人插嘴，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在那个时代，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女人就是安静，像后来的保罗说的，聚会的时候，女人怎么样？安静，闭嘴，有问题回去问你家老公啊！哎，在那样的时代，怎么可能有女人说话的份啊？她插嘴，她直接哦。耶稣正在讲话时，他直接大声的插嘴说：“哇，怀你胎的跟乳养你的有福了。”这是好话没错，可是这个是很奇特的一个状况哈，在那耶稣的时代，这不是寻常的事哈。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只有在路加哈4福音里面只有路加写到，只有路加记载有一个女人插话，然后讲这句话。其他的福音书是用别的模式在讲，用别的方式在讲。可是这里是在讲一个女人，而且讲到谁？讲到耶稣的妈妈。这个真的是路加福音的特色。4本福音书其实只有路加福音那么在意去提到玛利亚啊。像我们在路加福音第1章的时候，就有很比较detail详尽的讲玛利亚，还有圣母颂，对不对哈？这里呢，这真的是路加的特色。路加福音很看重耶稣的母亲，就是玛利亚。其实路加福音也是福音书里面比较看重女人地位的啊，比较看重女人。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叙事，居然是由女人讲啊。他说一个女人插嘴，怀你胎的跟乳养你的人有福啦，你很棒，你很棒。所以这里是在呈现一种什么事？呈现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这是有福气的，这么亲密关系的人，
这是有福气呀。哎，一般人听了这个话，然后会怎么办？没有了，没有了，拍谁拍谁，好，谢谢啊。耶稣借这个机会，去把那个方向稍微偏一下，转一下。耶稣要继续借这个机会去做一个他心里面认为重要的教导。耶稣说什么？他说，耶稣却说，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他没有否定这个女人讲的话，他只是在从他的话再转一个方向，做一个提醒，没有错啦啊！怀我的跟牧养我的人真的是有福的。可是我告诉你，更有福气的是什么？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啊！你要知道，这个你妈妈就等于是这个女人说，你妈妈是有福气的啦。这个福气是从关系来的，弟兄姐妹，你要去想那个这里讲的概念。从关系来的，关系很重要。你妈妈因为是生你跟乳养你的啊，是你们母子的关系啊，所以他是有福气的。那耶稣也是要抓这个关系，没有错。跟我有这样关系的人是有福气的。可是更有福气的是什么？更有福气的是，当任何人 anyone 任何人，他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这个人是跟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的人，他所讲的人是更有福气的哦。所以如果你现在眼睛看到的是从世界上看到的这个关系，我告诉你，我要跟你看到从属灵的眼光看到的关系是，我们听到上帝的话的道，而且愿意去遵守的哦。你知道我说这个跟前面是很有关系的啊。前面这些人呢，会去污蔑耶稣是靠鬼王赶鬼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在宗教上有见识、有地位的人，也是认为自己跟上帝有关系的人啊。可他们看不出来耶稣是从上帝来的，他们看不出来耶稣上帝的儿子，他们看不出来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所以耶稣这里要讲一个，你要跟上帝有关系的，那是更为有福的是更为有福气的。所以什么叫跟上帝有关系？听上帝的道，而且去实践的人去遵守的人其实我之前常讲一个观念，上帝比较我自己的想法，上帝比较不是那么在意我们去遵守，然后遵守到了。上帝比较在意我们愿不愿意遵守，愿不愿意试着去遵守，全心全意的去实践。那我是不是做得到？我们是不是成全了做得到？那真的反而不是重点，重点会放在我们是不是尽全力的去尝试、去遵守、去做。我们听了上帝的道，然后是不是愿意去遵守？你知道有人做得好，有人做得不好，有人比较坚强，有人比较软弱，有人这个时候坚强，某个时候软弱，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处境。上帝不是看我们做了多少来评判我们，我认为上帝比较会去看我们愿意付出多少来评判我们。好，这是题外话，就是说这边耶稣有个很重要的提醒，更有福的是什么？是听上帝的道而且遵守的人。耶稣没有停在这里，耶稣继续在讲，其实下面才会更连结到前面这里是被插话插出去的。当众人越来越拥挤的时候，耶稣就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这耶稣有时候讲话就是这么讨人厌就是不会讲一些让人家愿意听的他说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世代，为什么？为什么是邪恶的世代？也就是说，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神迹。我跟你说，这个样的翻译是让你看不出耶稣在讲什么，因为他翻的是神迹。
一般我们在讲神迹，我们想象的是 miracle。什么是 miracle？ 就是我不会讲话，忽然会讲话了；我眼睛瞎了，就变就可以看见了我是那个王老五，我忽然就可以就结婚了我们看到神迹的这种美事 miracle， 超自然的好的事情我们称为神迹。我们对神迹的概念是这个概念，可事实上这里在讲这个神迹，它的意思比较不是在讲那个跟我刚刚那种描述那种感觉的神迹。这里在讲的神迹就是 sign， 就是记号。如果你这里这一段经文你把它翻成记号，你就会完全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我再念一遍给你们听。耶稣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记号，他们求看一个象征，一个记号，一个兆头，一个 sign。除了约拿这个记号以外，再没有记号给他们看了。这样有没有听懂耶稣的意思？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重来。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为记号，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为记号。好，你得要用记号的观念去看耶稣现在讲的神迹。当然，这个记号也可以就是某一个人病好了，某一个人瞎眼得看见，这些事件都可以称为神迹，或者是我说记号。记号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说我让你看到一个记号，代表有些事情要发生了。这个事情发生了，你就来不及了。可是我先给你一个 sign， 先让你看到记号。那种你知道海啸发生，海啸前会看到什么 sign？ 没人理我。发生海啸之前，你会看到什么记号 sign？ 会天昏地暗 ？No way， 不是吧？是他会发现海水退潮。大海啸来临之前，会有个 sign， 就海水退潮了。然后海边呢，沙滩上一大堆鱼，可以去捡鱼。看到这个 sign 就知道该跑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海水往后退，那个大海啸就要卷过来了。那个就是一种 sign 的概念。你看到一个记号，你确定什么事情要发生。所以 OK， 耶稣都说你这个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邪恶是非常有道德的概念的一个形容词。可是在这里，其实你也可以把耶稣的意思说，你这个世代是一个没眼光的世代。这个世代呢，是一个混沌的世代这个世代是一个傻瓜的世代耶稣要讲的其实比较是这个意思。你根本看不出来什么是什么，你们还跟我求神迹，他们要跟我求善，什么时候？就前面嘛，就是耶稣赶鬼，然后他们赶鬼，然后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16节，注意看16节，又有人试探耶稣，要他显个来自天上的神迹。这种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来一个更不得了的 sign 让我们看，好让我们知道说你真的是来自上帝的人。说这个世代呢，耶稣说这个世代呢，求神迹，求看神迹。可是我告诉你，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也就是说，除了约拿这个记号以外，再没有什么记号给你们看了。为什么？耶稣要解释这里就是一个对比。耶稣用两组，耶稣在这一段经文用两组。第一组是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这样子的一组，第一组去对照耶稣之于这个世代的人。我再讲一遍，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会就好像现在耶稣之于这个世代的人。那回去看约拿记的时候是什么显现？约拿就成为一个记号，上帝差遣约拿来告诉尼尼微城的人要毁灭你们。
所以尼尼微城的人有没有认真看待约拿作为一个记号？有啊，尼尼微城的人从上到下全部都认罪悔改，连动物都披麻戴孝啊，就整个城人的悔改，所以他们有看到这个是记号，就是说约拿是一个记号，是个 sign， 上帝给他们那个 sign， 什么 sign？ 这个城要毁灭了，他们把它当做一回事，他们就悔改了啊。他说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就好像我耶稣现在之于这个世代的人。他说你们这个世代的人完蛋了。耶稣说你们这个邪恶的世代。可是我刚刚说邪恶有太道德的两极的去讲，你可能反而看不懂耶稣的意思。耶稣要讲这个时代是一个模糊不明看不清楚是非对错的时代眼光很烂的时代，这是一个瞎了眼的时代，这是一个混沌，这个大家黑暗不明看不清楚的时代。为什么？因为人家尼尼微城的人看得出来 sign， 约拿是个 sign， 你们这个时代却看不出我耶稣是个 sign， 是上帝给你们的记号。你心里不要再想那个神迹那个 miracle， 不要再往那边想，是 sign 的概念就是说这里耶稣要讲清楚了约拿在尼尼微城这个事件，约拿是上帝给尼尼微城的一个记号，就好像我在你们这个世代，你们现在这个世代，上帝让我耶稣成为一个记号，可是人家尼尼微城人看得出来，你这个世代的人却看不出来。OK， 这样有清楚耶稣没有停在这里，耶稣有讲第二组的一个对照。他说31节，在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人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智慧的话。好，再来，刚刚说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他是一个记号，就好像耶稣之于这个世代的人，那就好像什么？南方的女王就好像所罗门王之于南方的女王这样有清楚它就两组，一组是约拿之于耶稣，用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然后所罗门王之于南方的女王这两组来对照。那我呢，耶稣是之于这个世代他说南方的女王，他看得出来所罗门王是真智慧，他讲的话是智慧的话我behold， 看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接过来底加啦比所罗门王更大的是我了所罗门王这边讲的不是用那个前面约拿那个 sign 的概念路加这里很厉害。我之前讲过神迹本身不是目的，这个 sign 要出现是在标示这个人是上帝差遣的，上帝派来的人。那重点是接下来这个人要讲的话是上帝的话所以神迹本身并不是目的，谁病好了，谁被医治了，谁从瞎眼就看到了，这个都不是重点。这些是 sign， 在标示行这个神迹的人他是属神的。为什么他是属神的那么重要？因为接下来他要讲的话语是从上帝来的话语，你们要听，你们要当做一回事这是道，这是 logos， 就是他前面说的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你要去理解是这个概念。所以下面讲的这两组，第一组是强调 sign 的概念，他说约拿是个 sign， 是给尼尼微城人的 sign可是第二组不是用 sign 的概念讲，第二组是用道的概念讲。他说所罗门王智慧的话所罗门王智慧的话对南方的女王来讲他所罗门王代表道智慧的话，就好像我耶稣我也是道之于这个世代这样有清楚路加这个太厉害了他这两组是类似的架构，彰显
不同的概念。第一个再讲一遍，第一个它是抓 sign 记号的概念，第二个它是抓话语的概念。那南方的女王都知道要来亲近所罗门王智慧的话了，你们这个世代他卡西派体啊，头壳坏掉了吗？比所罗门王大的在这里啊，所以他一样，他认为说，在审判的时候呢，这个女王，南方的女王要来定这个世代的人的罪。然后呢，尼尼微人呢，也要起来定这个世代的罪。啊，他说，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啊，看哪，比约拿更大的在这里。啊，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啊，所以耶稣这个很严厉的一个宣告哈。那这里29到32其他的顺序是很清楚的 A B B A 啊 A B B plan A plan 的这种架构。他先讲约拿，啊约拿，好，然后那个约拿，然后那个所罗门王，然后所罗门王再约拿不约拿南方的女王，然后南方的女王再到那个我的攻下约拿南方女王再约拿啊，前面先这是一个 A B 然后 B plan A plan 的架构，前后对称，好，很工整啊。路加这一段的叙事很重要哈。最后我们再来放回引申沿用到我们的时代。我先把全部的经文讲完，33节下去，这33节其实很熟悉，好像在福音书其他地方有看到。事实上，路加是比较特别的，他解释比较特别，它是一个不一样的解释。像33节这一段，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里，或是斗底下。总是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亮光。33节其实跟后面34到36基本上不是一样的概念。33节这句话在其他福音书都有常出现，就是说灯点了不是把它盖起来了，不会灯点了不会去放在地窖或斗就是斗，天龙国人斗知道什么是斗吗？斗就是那种一个容器，其实斗不是容器，斗是在那个看米家的那是斗啊。然后古代我们以前台湾人你现在去超商买米超商买米然后是一包一包包好的嘛，是算什么的你知道吗？它的单位是什么？公斤还是公升？你们这些不买米的，对啊，是算重量还是容量？重量嘛，对，我们现在米一包一包包好都算重量嘛，1公斤嘛，对不对？可是古早你去米店买米不是算斤的啦，不是算重量的啦，是算容量的啦，是1斗几刀米，有没有？1斗米，那个斗就是一个圆锥形的东西，然后看起来这样盛1斗，然后就直接装袋给你，就是1斗米它不是算重量，它是算容量给你那是就是斗那个东西就是斗。他说没有人点灯是放那个斗扛起来，用那个斗把它盖起来的，你点灯干嘛？所以灯点起来就是要让人家看到，要亮，要照亮这个在其他福音书都有。可是你看他34节跑去另外一个概念，34节就变得比较抽象的概念。他说你的眼睛就是身体的灯。怎么跑去这个？当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在其他福音书在讲这个灯的时候，比较去讲的是基督徒，你们要像光一样照亮这个，让其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要让人家看见，比较是像这个概念在讲这一段的叙事可是这里路加的比较不一样，他说你的眼睛
就是身体的灯。当你的眼睛明亮，全身就光明；当眼睛昏花，全身就黑暗。其实路加这里就比较连接到前面，这些人污蔑耶稣，他赶鬼是靠着鬼王别西卜赶鬼，就是昏花嘛，眼睛昏花了哦，居然看不出事实，然后还故意亵渎哦，这些人哦，我说过了，耶稣行了一个神迹赶鬼，在耶稣来讲是要告诉你，上帝的国降临了啦。从我靠着圣灵力量赶鬼，你们看到我赶鬼，我有这个权柄，我这个权柄是个 sign， 上帝国已经怎么样降临，进入这个世界。这些人看不出这是个 sign， 随便给他污蔑成说，他是靠鬼王赶鬼的。所以耶稣这里讲，他用最后这段在讲的就是说，你的眼睛如果明亮，全身就明亮；可是当眼睛昏花，你全身就黑暗。Oyuki 啊，不好啊啦，没用了。所以你要注意啊，免得你里面的光暗了。若是你全身光明，毫无黑暗，就必全然光明，如同灯的明光照亮啊。你从这个概念去看，耶稣在讲这个灯点起来要放在灯台上，它是比较不一样的概念啊，比较不一样的概念。在提醒你自己，你的眼睛，他说你的眼睛就是灯，是你身体的灯，你得要有够好的眼光，你真的要看清楚是什么时事，你真的要看清楚耶稣就是基督，你要看清楚我是从上帝差遣来的人，你要看清楚我的 authority， 我的权柄的实行已经宣告上帝国已经降临了，这个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不可以看不到，你不可以看不清你不可以再继续在那边混还在跟我要神迹我都已经走到这里了，你还在跟我要那个 sign 我告诉你，你如果这里看不出来，我再给你多少 sign， 你还是看不出来。所以耶稣才说嘛，没有了啦，再没有什么 sign 给你们，这已经很清楚的 sign， 我就是一个记号，很清楚的记号了。这个清楚的程度，就像约拿之于尼尼微城是一个 sign 那么清楚一样所以你们不要再跟我讲这些543，还要跟我要求神迹给你们看，这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说过你不要去用那个道德的邪恶去想，你要用那个比较，就后面那个34节、36节那个概念去想，什么叫做邪恶的时代？是一个昏暗不明的时代，是一个眼瞎了眼的时代，是一个没有什么眼光的时代，是一个猪头时代居然看不出来我这耶稣就是基督弟兄姐妹，只有耶稣那个时代是邪恶的时代吗？只有耶稣那个时代是猪头的时代吗？是瞎眼昏花的眼睛昏花的时代吗？没有眼光的时代吗？是只有这样子吗？只有那个时代吗？我看我们现在的时代也差不多吧我们根本也看不到耶稣在意我们什么看不到耶稣这个作为一个 sign， 做一个记号，在意我们听上帝的道然后去遵守的是什么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还是不输我们不会输耶稣那个时代，耶稣在骂的那个时代，我们不输我们强多了。不，我说我强的意思是讽刺是反过来想的强我们是更昏暗不明我们是更瞎了眼我们耶稣的时代，你要知道，耶稣的时代之前没有耶稣等于耶稣是一个新的，他是一个创举，他是一个明灯，他是一个来照亮他们眼睛，让他们尝到惊喜惊讶的一个 sign。 所以耶稣的时代看不出耶稣是 sign， 情有可原，因为耶稣的时代之前没有耶稣弟兄姐妹，过了2000年，我们之前有耶稣我们知道有耶稣我们还跟那个时代一样烂，一样昏暗不明，这更惨，你不认为吗？弟兄姐妹就是说
耶稣的这个记号已经在2000年前已经放在那里让你看了，所以我们的表现应该要比2000年前的这些邪恶的时代好吧？因为我们有这些，甚至于成为文字啊，在那个信仰，在那个教会历史各个时代这样一路过来了，怎么可能我们到21世纪，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还在那边那个昏暗不明，眼睛还在眼睛昏花，然后还在那边全身就黑暗？可是你环顾一下台湾的教会界，我们这些基督徒信仰群体，我们是不是眼睛昏花？我们是不是还是不明？不太知道上帝在意的是什么，不太知道耶稣基督在意的是什么，我们还是看不出来。耶稣基督再一次在我们中间，我们还是会把它看成是鬼王别西卜赶鬼的啊，靠着鬼王的力量，我们还是看不出来，我们还是不太在意。回到前面讲，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弟兄姐妹，你要能遵守，你要能够真正的听啊。以前我们在讲听的时候，有4个阶段的听，对不对？听就是第一阶段的听是左耳进右耳出，这也算听嘛，对不对？根本没在听。好，第二个是左耳进右耳不出，听到了，可是不懂，听不懂。认真听了听不懂，有在听不要说认真，有在听听不懂，这第2种听。第3种，左耳进右耳出，没有出去哦，真的听了，而且还听懂了，嘿嘿嘿，这第3种听。那这样不就好了？为什么还有第4种？第4种是左耳进右耳不出，听就听进去了，而且还听懂了，而且去遵守，去行，那个才是真正的听啊！是这种真正的听，才是耶稣这里讲的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可是不要忘了，我们在遵守之前，我们得懂这个道啊，我们得听懂这个道啊。弟兄姐妹，我们到底有没有听懂上帝的话？我觉得这是这是这个世代的问题。这个世代邪恶的地方，跟耶稣在讲他们的世代邪恶可能不太一样。耶稣就是说，你们就不明白，眼光不好嘛。那我们这个时代邪恶的地方是在我们还听不懂。我们常常抓错意思，常常抓错重点，话都给你了，那个话都给你，而且是透过文字更清楚的阐述，透过各世代的这么多神学家不断的在阐释、解释啊 ，interpretation 更很多的解释，就还是不懂，而且看起来情况还更严重，比以前更严重。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搞成一种道德伦理的规范的条例，你如果是基督徒，你就应该要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我们的信仰就变成这种东西了。如果你是基督徒呢，你要遵守什么，然后那这个遵守什么就包括可以该做什么跟不该做什么。我们的信仰变成这种很在意外表呈现的这些东西，就想象保罗在骂那时候割礼派的犹太人基督徒，那时候割礼派犹太人基督徒就很在意三件事情：行割礼，你要遵守食物的律例，你要守安息日。这东西都是显而易见，就是可以观察出来的。你3个有做了，你就是上帝的百姓，哇，就开始强调行割礼。强调吃东西要分洁净不洁净，强调要守安息日啊，这都看得到的。这些是旧约时代规定，是从上帝来的规定。那你真的以为上帝在意这个？不是啦，上帝在意的是这些动作行为背后的精神跟意义嘛。可是我们老是被这些行为、这些表象的东西辖制住了，所以我才说，弟兄姐妹。我们基督教信仰，我们这个信仰所在意的，并不是基督徒你可以做什么，你不可以做什么。我们这个信仰在意的是基督徒，你为什么做什么，跟你为什么不做什么，这个才是核心，这才是重点，这才是你得去思考，
你得去 case by case 去挣扎，然后你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境下的你可能都会做出不同的决定，做或不做，那是你的为什么，这是你的所以然，你不能停在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对经文不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你对你自己的行为，你对你自己的遵守也不可以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个我认为是核心啊，这跟眼光有关系，这跟我们的判断有关系。如果我们不具备这样的训练跟能力，其实我们就是回到这个经文讲的，耶稣在骂的，我们仍然是另外一种邪恶的时代。我们不是不晓得上帝的道，我们不是没听到上帝的道，甚至于我们不是有时候没听懂上帝的道，我们有时候都认为懂了，可是我们的概念错了，我们去实践，我们抓的东西不对，我们在意那些表面的规条式的遵守，而不是从原则、从精神去实践。如果是从原则、从精神去实践，你会发现根本没标准答案的。那个你该做的，你认为该做的，你旁边那个其实可能不必做。你们的处境不一样，你们的情境不一样，你们生命的程度不一样。上帝看的是这些，上帝不是要看一个从表面看起来要一致的然后和谐的、妥当的。上帝怎么会在意这个？不是，上帝不在意这个，上帝在意我刚刚讲的，你为什么做，跟你为什么不做，然后你是不是愿意尽力去做？这个常常无法量化，然后根本没有办法 KPI， 没有办法，好像有一个评断标准，人在那边断过来评过去，很难做。那事实上根本就由不得人来判断评断嘛，这是属上帝的权柄。就觉得这一段经文呢，从我刚刚说的，我们今天这段经文从第27到第36，它比较看起来是分开的段落，有些释经书把27到28归去前面那一段落可是我认为这一段落放在这里是合适的，因为27到36其实都跟眼光有关系，有没有发现？27到36这跟眼光有关系你以为生我的、乳养我的人有福气，可是我告诉你，你得要具备一个更好的眼光，就是听上帝的道，而且去遵守的人，那是更有福气的。这得是更好的眼光才看得出来的。你老是跟我求神迹，你要看 sign， 你们这些瞎眼的 sign 已经给你了。我对你们这个世代来讲，就仿佛是约拿之于尼尼微城的人，这么清楚的记号你也看不到，你眼睛长在哪里？这跟眼光有关系。33到36更是做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结论。你得要有明亮的眼光，你才看得出来这一切。弟兄姐妹，我们处于台湾这个时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我们能看得出来一些，不要说太深奥的，看得出来那些是非黑白善恶，有时候还真的没办法切得那么清楚，有时候它是光谱，有时候它是模糊的。OK， 这个都没问题，你至少看得出来它是模糊的吧？你至少看得出来它是光谱吧？你至少看得出来它是有渐进的吧？你不要全部混成一团，什么都看不到啊！当一些人在骂疫苗不够啦，所以我们什么事都做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眼光？你不能判别得出来这些是废话，这些是借口。疫苗够，还需要你这些公权力来做什么？够就没事了。说这个社会大家钱不够，
所以才产生那么多的犯罪，那不是废话吗？啊，所以你钱不够就可以去犯罪了吗？你到底有没有这眼光，能够分辨这一些奇奇怪怪的讲法，这些奇怪的纷争？我们能不能有一个眼光去看？我们的眼光能不能看到什么是在这样的世代、这样子的处境受到威胁处境呢？有一群人良善的人，仍然是叫台语来讲叫起刚贵礼记啊，就是很安稳啊，很实在的过日子啊。他们不但看到自己的需要，他们也看到旁边人的需要，他们也看到这个社会的欠缺。他们有的人出钱，有的人出力，有些人带给旁边的人安全、平安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眼光看到这个生命共同体还是有这些良善的，而不是老是就跟着一些奇奇怪怪的风言风语，然后就开始传，开始跟着飘摇在这种无稽，然后没有意义的这些纷争里面。你的信仰，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眼光？你能不能清清楚楚的看到我们自己该做什么？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我常说没事就都没事，都很好，大家都过得好，兄友弟恭，父慈子孝，很好，没事的时候都好。可是真正有威胁、有灾害、有挑战的时候，才能看得出这些关系实不实在嘛，才能看得出这些你平常我们所坚持的价值是不是经得起考验呢？那台湾就是处于现在有事的时候嘛，正是因为有事，正是因为有冲击，正是因为有威胁，我们所持的价值才是被检验的时候。那基督徒，我们老是说我们掌握真理，基督徒我们老是说上帝与我们同在，基督徒我们老是说我们是有爱的群体，那我们是不是在这样子有事的时候，在这样子不平安的时候，这样子有威胁的时代，我们要把它呈现出来呢？呈现出来我们的眼光，我们跟这个是世界不一样的平安，然后我们拥有上帝与我们同在这个不一样的关系。那更有福的是听上帝的道而遵守的人。弟兄姐妹，听得听懂才好遵守，看得看清楚才好做决定。那这一切都是我们每一天在学习的，在每一个错误里面一直修正的。不要担心做错决定，就是在每一个错误里面修正。那在每一次我们污蔑里面做悔改，然后去做更正。我们就是这样建立起自己的眼光的。愿耶稣跟我们相见的时候，他会说，他会看着我们说：“哇，你的眼睛是明亮的，你的眼睛是明亮的。”愿我们都有这样子的明亮的眼光。我们同心来祷告。阿爸父神，我们都是习惯于听到你的道的人，我们都是常常听你的道的人，而且我们也都听懂。可是阿爸父神帮助我们有这个能力，将我们所听明白的实践出来，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不是得要在什么样要不得了的情况才要实践出来你的道，阿爸，你的道就会实践在我们的 everyday life， 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的环节。我们怎么样与人应对进退，我们怎么样处理每一天遇到的大小事物，这个
都是我们听懂你的道以后再实践的机会。阿爸就求我们把握住每一个机会，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活着，就是在遵守，在实践你的道。因为我们真的看得出来这个记号，我们也真的知道，准备好我们生命的状况，是有明亮的眼。求你就这样带领我们。我们有时候会有错误的判定跟错误的决定，在你的恩典下面，我们知道得到你的宽恕，也得到你的力量可以更正。所以就让我们在这些过程里面，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努力的成长，到一个你更喜悦的样式，都有令这个世界倾陷的关系。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唱一个回应诗，这是更古老的圣诗 V21。以前啊，年轻的时候，一个人唱，有时候唱都会流眼泪。现在年纪大了，不晓得。唱有3段歌词，我们一起来。主耶稣啊，想起了你，心中便觉甜蜜，巴不得今天就被提，与你同在一起。哦，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是沙仑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能舍下。稍微快一点，第2节。世上没有一个声音把你恩典唱尽，世上也没有一颗心说完你的爱情。哦，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是沙仑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能舍下。虽然有时流泪伤心，情感不能，可是想起你的同行，忧愁化为高兴。哦，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是沙仑的玫瑰花，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再唱一遍第1节好不好？第1节。主耶稣啊，想起了你，心中便觉甜蜜，巴不得今天就被提，与你同在一起。
哦，你是园中的凤仙花，你是沙仑的玫瑰，你是谷中的百合花，是我不能舍下。好，我们来报告。我们现在的疫情还是在过程要慢慢变好的过程中哈，所以基本上至少6月28之前，我们都还是在线上聚会礼拜啊。下礼拜就6月28了哦。对，希望好消息来，7月底，7月初我们可以，我们栽了哈，就希望7月初我们可以渐渐的回归正常的步骤啊。大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照顾自己，照顾周遭的人。然后你们都没有传你们的照片来，今天只有3张，你们怎么样？那舍不得让我们看，是不是？传一点照片来吗？那个我们有一个空间，对不对？我们空间在右下角。右下角贴文。在贴文，我们空间在贴文上面，在脸书的贴文。没有，上面有看到。在 YouTube 上面有看到。对哈，我们以后下礼拜，这礼拜就已经在 YouTube 吧。好，我们在 YouTube， 好，我们就渐渐都是在 YouTube 上面哈。所以把你的那个照片传来了，好久没看到你了，真的很挂念你们哈，很想念你们。请你们把照片传上来，大家可以看到你的现况，不见得是在做礼拜的照片哈，你们其他的时候的照片都可以哈。那看看你们的倩影啊。好，那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报告？没有哈。戴口罩，勤洗手，好好休息。昨天去民权东路看一个高中同学，就忽然就去世了啊！民权东路一兵那一边啊，所以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了呢，哦，就忽然就去世的年纪了哈。我是危险群是，我是热区，我是要被歼灭的热区的，啊，来，我们来唱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神。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福气。你们诚然是耶和华上帝亲自的拣选，你们必然要锻炼你们的眼光，你们自己都可以成为这个时代的记号。你们要让你周遭的人看到上帝的恩典与爱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的，而且你也是愿意分享的。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充满安慰，与你们众人同在，尤其是与身体欠安、心不平安的人同在，要从今时直到主再来。阿们。阿们，阿们，阿们。我们来唱平安的歌，来看看我们的照片。我们主真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
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拜拜。